各位 Dicers， 今日色戒競技場將會喺家私店嗰度舉行，歡喜唔歡喜？驚喜唔驚喜？點咗佢冇聽過，唉，俾大家㗎！即刻講翻，我見有啲人喺度拍拖喺張床嗰度一齊孭喎。咩啊？咩啊？瞓覺？瞓覺？唔係啊，中意人唔準諗，你唔準諗。總之今日我哋會喺家私店進行色戒拍賣會。遊戲會分階段進行，喺分組尋寶階段，每組要喺限時內到指定尋寶區揾出起始寶物。寶物拍賣階段，各組輪流選擇拍賣或者幕後交易行動。選擇拍賣由另外兩組出價競投，選擇幕後交易就由你哋私下出價爭奪指定嘅寶物。拍賣完之後，大家會繼續進行幕後交易，直到冇得再交易為止。寶物總分最高嘅組別可以贏到骰仔、獎品，仲有力量骰。而家宣佈分組，第一組係吳冰同埋 Jeremy。蠢咗，蠢咗。講咩啊？我唔準你咁樣話阿冰啊！唔追。我同阿冰一組嘅諗法，我冇嘢㗎。第二組係 Jason 同埋軒。冇掌聲啊！你唔好咁唔開心先。智力王同弱智力王嘅組合。咁你哋而家係平均咗喎。如果100分滿分，你而家50分喎。多謝三哥俾面。跟住有193組同埋 Ivy 組。身高差組。偶像組。珍惜問下先，你係咪有珍惜？珍惜。你哋係咪一齊嘅？喂，等先，太快啲啦！喂，唔好問。廢話少講，即刻開始入道具商店前嘅擲色環節咧。我要用月色。 1、2、3、12、11啊！哇，16啊！好強啊！我用我打星。我都有193。咁你決定我覺得係咩咧？好驚啊！擲色結果 ，Jeremy 同阿冰擲到16點，可以優先入道具商店，而足智雙雄就要最後先入去啦。透視鏡同埋中指交易有用。係因為冇人可以買1個。買。同埋咧，因為你係 Jeremy 啊。多謝惠顧，加油 Thank you。而 C 區就係音樂人之家，每區都可以揾到6件唔同積分嘅寶物，同埋一個神秘信封。喺尋寶階段揾得越多嘢，遊戲優勢就越大㗎啦。我揾咗高處先，係。阿冰就揾低處。冇錯。係咪開始㗎啦？有 cam jam 啊！呢度有 cam 就真係呢度有嘢。啊！揾到啦！揾到啦！揾到啦！咁難揾嘅點解？哦！喂，咁難揾嘅？啊！呢個係咪啊？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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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弊啦，Jeremy， 我到咗樽頸位啦，我哋要唔要倒轉揾啊？快！哎呀，咁樣唔得啊！我以為唔知咩，你揾過未咯？喂，唔啱數啊，唔啱數啊 ，Jeremy。哎，冇傾偈。有冇 can 對住？有冇 can 對住？地氈啊，有啊，有。其實喺每個尋寶區，我哋都放咗啲同 Dicers 相關嘅彩蛋，唔知佢哋揾唔揾得晒咧？你隻 fans 嘅公仔同你嘅簽名相都擺過。嗰啲就即刻見到嘅。嗰時簽唱會嗰時，我以為嗰啲就係特別寶物啊！我嗰張相直情係要值1萬分添啦。尋寶總結 ，Ivy 同193揾晒6件寶物，眼明手快；而 Jeremy 同阿冰就因為策略錯誤，只係揾到4樣。歡迎大家參與色戒拍賣會。遊戲要正式開始啦！究竟邊一隊可以成為最有眼光嘅拍賣專家咧？做咩啫你？坐底下。哦煙。咁樣又用咗幾多錢啊 ？miss 晒啦，完全。我唔識玩啊，唔識玩。你走開啦！説過今日咧喺邊度唱歌，都唔知做乜。愛情，我説過要你俊傑，讓你擔當失戀的主角。唔好意思，佢係咁嘅。雷浩權失自由，傷心痛心佢眼。一呼一吸。哇！阿冰唱歌啊！雷浩權開心一點，不必掛念我。做咩？點解？歡迎大家參與色戒拍賣會。第一回合拍賣者係 Jason 同埋吳兆軒，你哋選擇咩行動？第一個拍賣嘅係雙物件，包括有環保袋同埋升級公仔。20秒嘅時間出價。其實係可以浪高佢嘅，咁佢會要使多啲錢咯。喂，分別係
80蚊，但係 Ivy 同193組係出咗100。好，成交，恭喜晒193，Ivy 組係獲得公仔嘅。佢撕俾你啊！好多袋啊！點解會有多個垃圾袋嘅？環保袋，你明明點解要重新講個遊戲規則俾佢聽啊！一陣間。好，我拍緊兩樣嘢啊！係啊， 3，請選擇你哋今個回合嘅行動。係咪？拍賣。太空貓出場，每一組咧係會再額外得到金錢嘅，同埋蠟燭。唔係。又唔係？你明唔明啊？我哋依家係同吳兆軒打緊啊！我知啊！原來佢係唔知道拍賣係點樣玩㗎。嗱，蠟燭咧，我哋就會落力搶嘅。佢哋得80蚊啫嘛，即係佢哋根本就搶唔到。做咩啫你？坐啲啊！哦，然好，請開價。Jason 呢邊出咗60蚊，呢邊係90蚊。Ivy 193，你會唔會以高於90蚊？佢哋冇錢啊！我頭先派咗錢。派咗錢？太空貓出場，咁咧每一組咧係會再額外得到金錢嘅。又唔係？你明唔明啊？估唔到連 Jeremy 都百密一疏啊！ 193 Ivy 要唔要用高於90蚊買太空貓？恭喜晒阿冰同 Jeremy 咧得到太空貓。佢幾多錢啊？我哋揀啊！係拍賣。環保袋同埋燈座。我想要。我哋都想要啊！但係我哋大藥方啊，我哋而家嘅錢咧係高過你哋。出200蚊咯。你可以係幾多啊？唔會話俾你聽。喂，佢哋210蚊啊，我幫你計埋啦。咁你計錯數啊220蚊。佢嘅出價係170蚊，193呢邊係160蚊。冰 Jeremy 要唔要用高於170蚊回購呢個 item？唔要。成交，恭喜晒！阿軒成功搶得燈座同環保袋，再發動拍賣。今次嘅物品係生氣。單品嚟㗎，正嘢。你哋已經放棄咗暗標咯，直接開出嚟俾人睇佢。佢哋睇唔到咪得咯？睇到啊！你最近我有2張紫色。你疏㗎？你疏㗎？100蚊。而冰 Jeremy 嘅出價係170蚊。哇，好想要啊！請問你要唔要以高於170蚊回購？唔得啊 OK， 好，恭喜晒吳冰同埋 Jeremy 咧得到生氣啊！你太好咩？又出嚟揾笨？派錢啊，要唔要啊？要，唔該。每次派錢，除咗令大家更加難估計各人嘅資金，亦令所有組別有更多嘅操作空間。Jeremy 出價係0蚊 ，Ivy 193，你會唔會以高於60蚊回購呢兩樣寶物？會。咁你用咗幾多錢啊？miss 晒啦，完全。好，我唔識玩啊，唔識玩。今次太空貓再次出場，加埋環保袋。又派錢？係喎。天同 Jason 呢邊係出咗160蚊，193係出咗200蚊嘅 Jeremy Bang。但係我哋唔買，佢哋就儲齊咗一套㗎咯喎。係啊好閒啫，咁多個套式。請決定。我會想買咯。買。好，出價210蚊，恭喜晒成交，恭喜晒阿 Bang 同 Jeremy 得到呢兩件單品。佢呃人。我哋唔想要咯，係咪？屬於。但係如果佢知我哋唔想要，出少少啲，我哋想要啫。我哋出100蚊買呢個冇用嘅嘢啫。我哋會出100蚊買呢個冇用嘅嘢。係。喂，你一眼。我見到啊。3、2、1，請開價。193 Ivy 出價300蚊，Bang 哇，熱門新 Jeremy 人。出價110蚊，軒 Jason 請買。點解啊？你自己講出嚟㗎喎。好，最後決定係嘛？好 Jason 你決定買唔買？好，恭喜晒！跟住落嚟，193同 Ivy 乘勝追擊，拍賣價值500分嘅公仔，仲以160蚊成功從吳兆軒同 Jason 手上奪得。我哋決定同193台底交易啊，係咪叫台底交易？同佢幕後交易邊個道具？太空貓。我哋求其出得㗎啦。今次幕後交易嘅寶物係由阿冰同 Jeremy 獲得嘅，恭喜晒！我哋有3隻貓啦。未拍賣嘅物件只係剩翻3件，最終邊隊會成為色戒拍賣會嘅大贏家呢？下集揭曉。呢個1000蚊志在必得。